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1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；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欢迎来到越秀组首轮汇演第1场的直播现场。首先为您介绍本场评委，他们是越剧表演艺术家孟丽英老师、越剧名家张伟忠老师、越剧名家陈飞老师。欢迎评委的到来。本场共有11位选手先后登台，同时网上投票通道也已经开启，直到最后1位选手表演结束，我们才把通道关闭。如果本场得到票数最高的选手处于淘汰区，将可以升为待定区。如果该选手进入晋级区或者待定区，那么结果就不改变。首先登场的是001号选手，他来自于桐庐越剧传习中心的方守娣，他展示的剧目是《吴王悲歌·死谏》。吴相公，你为何这身打扮？老臣以为先王祭堂，2位大破错小，你大破。被他王未曾待，你了心前往见了先王起身，为你此次就在今朝。你心残言做皇子，从兵不了，见多方阅兵可尽，转无分骚。到那时你腹背受敌，何时来到兵会王爷提名难逃？苦叹你归传身，谁心高照，波身宽，鼓声重，江山飘摇。门内后为他王，我披麻戴孝，临前祭他王，我诚心诚使得我此更坏，不来聚焦。你不该不速抬肩把上中桥，归去曾破狼营里，苦见他年年进宫岁来到，年年进宫4千金，未见小吏官藏刀，从来两宗皆无逃，以恩报德心常好，两宗不下不早了，等你君王为他挑。休得无言！朕来问你，朕几次命你出使犯境，你为什么总是按兵不动？大王，齐国远在千里，乃将士之用；越国情在眼前，乃幸福之外。老臣遵守古书，为防不测。你骗得过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大王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据朕所知，你的心并不在古书。此话怎讲？朕来问你，你儿子亲在何方？你为何瞒着寡臣将他暗送其国？分明是想里外客没去江山。不，大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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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婆是老臣陈引领，大王忠言逆耳，放虎归山，臣你救身，从容改进。国破家亡，已是朝夕之急。老臣年迈，誓不作戏。太子无辜，难道也要抬刀动过一去不成？此刻，你所写之信，虎狼之寇。大王，大王，朕赐你秀王受了而见，死臣。想当初。
王兵把持山道，宽护过江山。封面在云上。001号选手封手地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给选手亮灯。给个机会。现场共有2盏红灯亮起，那么封手地就将进入待定区，等待首轮复活的机会。接下来登场的是002号选手张路平，他来自于杭州越剧院，展示的剧目是《点七回家路上》。桥钢引到途中，欲为头。乡村报往前走，3岁离娘心愧疚，想去报总回头。从此母子两个手，这一边啊心难受，哎呀那一边啊城难楼，一边是愁。一边是我心头啊总是冤仇，总是冤仇两位老姑姑，听瞧。两位老姑姑，本人已到，你们请回吧。啊，小娘子，接下来的路你怎么走啊？接下去的路嘛，我自己走回去。你自己走回去，那怎么行啊？我看这小娘子怪可怜的，我们还是送她回家吧。对，小娘子，我们送你回家。是此辛苦两位老姑姑。走吧。
马生一个老秀呀才黄拉石头手上床来年生下儿去报，这去报从此牵制了我心离去家空娘也心家娘可郎，我把一个儿抛下，欲把一个撇一旁。天啊天，我是万般伤心动无奈，这世上哪有亲娘？哪有亲娘杀得亲儿两位老哥哥，你们快呀！那是一群儿子在做游戏。城堡，城堡，妈妈，城堡。
这是在哪里呀？这是在你回家的路上呀。回家路上？小娘子，快上桥吧。上桥回家。哦，两位老姑姑，我们快走。姐姐快拿，姐姐迎啊，前面就是苏家门。002号选手张路平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待定一下吧。现场共有2盏灯亮起，那么张路平进入了待定区。都想把他们留下来。接下来登场的是004号选手朱敏如，她来自于温州越剧演艺中心，展示的剧目是《白兔记》《磨坊相会》。先生里，白兔引路母子为，那牛兔紧紧上在我胸围。低头一想心痛。为什么他16年不许家属来？莫非他在为生有病？莫非他年长失去，已把妻放配？不，是父母是欺君。我明白，定算是兵荒马乱，性命难传，因此上安排要紧，千里风雪到金台。
的是，只愿真是雷郎见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来了，三娘。姚记怎么没有来？他去做那张春奴李红喜，才后就来。3、6年来，我实是一旁等你消息，怎么也不来一封书信？我得不去杀你。不，你接到信儿，即刻起身，血液赶来见我，这一片真情，怎不叫为妻感激涕零？三娘，只愿我们再带着我们的孩子姚记离开这母房，离开这心酸之地。三娘，我来啦，你好像有话要说。实不相瞒，13年前，我已奉子成。来啦，你是西爷？不，我已娶元帅之女，元氏为妻。这是真的。三娘16年，三场魔王可作证，留下了多少血泪痕？16年千金什么可作证，磨灭了多少尘与魂？16年风雪金杯可作证，踩过了多少冬与春？16年，苦水与汤可作证，尝过了多。
三年。请元帅为父，三娘，请元帅为父，三娘，母亲。三娘，你的儿子要进来了，三娘。
004号选手朱敏如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现场没有灯亮起，朱敏如遗憾地告别了汇演舞台。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1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；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欢迎回到粤美中华越秀组首轮汇演第1场汇演现场。东方大剧院 APP 的网上投票通道正在进行中。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选手票数情况。目前票数最高的3位选手是金佳妮、张路平、温珊珊。本场比赛获得票数最高的选手，如果他被淘汰了，那么他会由淘汰区升入待定区。欢迎您给自己喜欢的选手投票。接下来登场的是005号选手梁玉，他来自于绍兴市上虞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，展示的剧目是《金龙与蜉蝣行路》。
啊
江水那段是情人江水，这头是二郎娘在路，不才往光头，现在还别想，别想那边堂想，别想别想我，别想别想通过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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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005号选手梁玉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恭喜梁玉获得了评委的全部亮灯，那么梁玉就成功的进入了晋级竞演。接下来登场的是006号选手金佳妮，她来自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。展示的剧目是《李娃传》曲江泽子。钟龙，我实在是怕得很呐！不要怕，去吧，去吧。家爷，他相公回来了。家爷，他相公回来了。哦，钟龙，你怎么讲？
大相公回来了啊！哦，我儿回来了！哎呀，我儿在哪里？我儿在哪里呀？相公正陪着你。疯了！我命你寻找大相公，你怎么叫子拨浪前来？他就是我家大相公啊！他就是你家大相公？是啊，你在哪里找到的这么大钱？什么素材？是个非常热闹的素材呀！下跪何甚？不孝儿，为何？你见了为父以我不抬起头来？孩儿不管太对。你抬起头来！你抬起头来！与我抬起头来啊！见冤红不由神气团观我才兄弟去叫我生病怎测无辜？巧背后报应着奴才。弟弟。想当初，父将你藏进
奖励。我不知在哪里拾得，才生下你这个锁门扒户的子孙。你宁了用情，不可再及前进，今可不可？你万可再等下可？圣君，你不但迷恋一个烟花女子，今晚想娶她为妻。你把我城门王朝置于我庭也。城门请不传家教子孙，思想令你平大斗，为人一生多端正，此之可以对归臣，长追速在立法。从你上天
006号选手金佳妮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亮了啊！恭喜金佳妮成功进入了晋级竞演。接下来登场的是007号选手张艺飞，他来自于绍兴小百花越剧团，展示的剧目是《红楼梦》粉稿。
007号选手张艺飞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张艺飞进入了待定区，等待首轮复活的机会。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1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。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欢迎回到粤美中华越秀组首轮汇演第1场汇演现场。东方大剧院 APP 的网上投票通道正在进行中。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选手投票的票数情况。目前票数前3甲的是金佳妮、张路平、温珊珊。本场比赛获得票数最高的选手，如果他被意外淘汰了，将得到由淘汰区升入待定区的权益。欢迎您给自己喜爱的选手投票。接下来登场的是008号选手潘凯成，他来自于浙江越剧团，展示的剧目是《白蛇传》断桥。千言堂涛sang。想当初与娘子同醉无常，两相离结同心，门复同草。曾经花影下相依相逢，明月生死
谁那一旦见杀气红扬，悔不该恩地乱顾其旁。有谁知那方黑胡言乱讲，悔不该上金山，是做魔障。昏沉沉，一不在，断桥亭旁。茫然间，娘子来，我喜在心上。只怕小青儿狠下心肠，走，叫我此把身藏。
008号选手潘凯成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潘凯成进入了待定区，等待首轮复活的机会。接下来登场的是009号选手张亚洲，他来自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，展示的剧目是《白蛇传·断桥》。想
尊敬娘子来，我喜在心上。藏。009号选手张亚洲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张亚洲获得了2盏灯，那么他就进入了待定区，等待首轮复活的机会。接下来登场的是10号选手张璐霞，她来自于温州市越剧演艺中心，
展示的剧目是《周人哭坟》。哪里呀？妻呀，你在哪里呀？你这无经无义的小厮！这是你这马有就用的奸臣！小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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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奸臣！我有诚心吗？打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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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救神兄，我还报神上，一起带上，一命相拼。我那也记得，他为成全为父。死吧！此间我被众神所骂，众神多大，我欲根难辨，身上众神骂我，骂韩愈具有，众神恨我，百姓轻易，足见公讨神心。当得好。好，这当得好啊！
你在哪里呀？妻呀，你在哪里呀？妻呀，妻呀。列父屠杀夫人之谋，今是你一命令屠杀夫人，屠杀夫人。我那求死的冤情。
10号选手张璐霞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恭喜张璐霞成功进入晋级竞演。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1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；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欢迎您回到粤美中华越秀组首轮汇演第1场汇演现场。东方大剧院 APP 的网上投票通道正在进行中。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选手的排名情况。排名前3位的是金佳妮、张路平、温珊珊。本场比赛获得票数最高的选手，如果他被淘汰了，那么将得到由淘汰区升入待定区的权益。欢迎您给自己喜爱的选手投票。接下来登场的是11号选手温珊珊，她来自于杭州越剧院，展示的剧目是
江氏惊魂》。怎么老是洗水啊？在瓜乡用我富贵，在瓜屯最高权力，求你难不错过，哎呀，我的夫君，你怎可缺少勇气和才人啊？夫人语言是天意，你怎可与人挂断夫前程啊？夫前程。你曾经以很高的愿望，一心想当圣上人，事情极为累了。看皇上一家一泪淋，求罪随我。把话听，早期待莫夸见，今日最可改变你的前程。前期一步是皇上，后退一步是苏臣。
就是你明年的。又怕不能，此老王杀太子，夺了苏满将军。谁在敲门？谁在敲门？是有人做梦了！杀皇帝，这与我和马龙知道，我们走得天衣无缝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他们怎么会知道？莫非是我这一双手？是我这一双专门鲜血的手，让他们知道是我杀害了我的血我要心
号选手温珊珊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恭喜温珊珊进入了晋级竞演。本场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12号选手严张英，他来自于宁波瀛洲越剧团，展示的剧目是《昭君出塞》。
太原的湖风花月情极好，不解风骨浪烟笑。太原的真通生，我把心为你，将我3波4岁教育，画下一图翠鸳鸯，翠鸳12号选手严章英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严章英遗憾地告别了汇演舞台。本场11位选手全部展示完毕，您最喜爱的本场选手投票通道也即将关闭了，投票最高的选手将获得淘汰豁免权。现在呢，让我们有请本场的3位评委老师对本场选手的表现进行综合点评。那我先说吧。你先说，你开路西风。首先感谢那个粤美中华的举办方和全国爱乐的那个名人志士们啊。是你们的支持，我们的粤剧才能够有所发展。同时呢，也要感谢今天下午参加比赛的青年选手们，是你们的付出，我看到了我们粤剧的希望。今天下午看了以后，我整体感觉，我们的选手
都有一定的水平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有的选手呢，甚至出乎我的意料，已经有很强的创造力。当然了，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，有些选手啊有一点偏颇，有一点问题。我希望那个没有进入那个比赛的，接下来进入比赛的同志啊，不要气馁。我们演员啊，是以塑造人物为天职的。我们的外部的任何的修饰动作，你的运用啊，你的展现，必须要符合你所在舞台上体现的这个人物。我觉得这才是根本的。所以说，有些选手运用得非常得体，那么我相信我们的评委都有同感的啊。有些选手那个运用的不太尽人意，那也没关系。我想参加那个粤美中华这个舞台的体现啊，是我们各自量自身的那种水准啊，让我们粤剧艺术魅力的这么一个平台啊，我们重在参与。当然了，就是能够展现的好，努力的更好的话，也是对自己啊，对我们的粤剧那个增加光彩。希望同学们啊，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，放下那个心境啊，一定要以正常的心态来参与这种比赛，这种场合的比赛。我相信同志们，只要咱们团结起来，有爱粤的这颗心，我相信明天的粤剧啊，第200年的粤剧就靠你们的了。我们粤剧人一定要团结起来，在老前辈艺术家的一代一代的那个传承下，把我们的粤剧啊事业做好。我就讲到这儿吧，这就是我今天下午的感想和体会吧。谢谢你们，同学们。那我说，粤美中华这次比赛的话，是针对我们年轻的粤剧演员。我想有这么一个平台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大家去展示的这么一个平台，非常好。看了这一场的比赛，我有一个感受：年轻就是好，青春靓丽满台的。然后，因为我联想到自己也是从90年的那个大赛的时候，慢慢成长起来、成熟起来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一组的话是粤秀组，也就是说大家都是25周岁以上的。那我想呢，应该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演员在舞台上。在台上他所有的表演其实都是要围绕人物。因为你的四功五法、你的手眼身发步、其他等等方面，在舞台上所有的呈现，其实都是为人物服务。那么，如果说你演人物的话，你就会刺激观众，就会感动到观众，就会直扣人心。有很多的就是动作大了以后，他的气息就浮在那个上面。那我希望就是说，青年演员能够在平时的练功当中、排戏当中，能够不断的拼搏、不断的努力，不忘初心，做一名永远在追梦路上的粤剧演员。孟老师，哎呀，孟老师，我搿个一次看了迭个粤美中华，我心里非常激动，因为回想到80年代的辰光，江浙沪的青年比赛，特指86年的粤剧阿拉迭个粤女争锋，粤女争锋在后面。搿个2场戏出了勿少的人物，而且搿些人物侪是现在辣辣班个集团里个是中量点子了，是啊。
所以今年又派到了2019年的玉梅中华，我看了以后心里交关激动。为啥呢？我总觉得现在的青年园的基础基本功侪相当好，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基本功一定要为侬的人物服务，不能够夯不啷当的搿个一些学辣海的基础啊，侪用辣迭个人物里，不管侬迭个人物需要不需要，好像显得我72个妇女全部用上去。迭个一点，我觉着阿拉越界来讲是蛮讲究人物的。几位阿拉老先生们，无论是梁祝红楼梦啊，还是或者碧玉传啊、寻探啊，等等等等的祥林嫂啊，侬去看，搿个老先生们都是以人物出发的，所有物事是为我人物所用。现在我看了以后，当然搿勿能够否定迭个一些青年园的基础是相当扎实。对，真的扎实得不得了，搿是比过去扎实得多了。但是就是勿要学得来的物事，好像作为基本功一样，侪用到台上。侬迭个人物是否需要？搿个一点，我觉着可以再进一步的探讨啊。所以我觉着搿个一次我看了以后，我非常激动。也许是我是年龄老了关系，真的像陈飞所讲的，没有您正青春。我们越美中华，越青春越闪亮。哎呀，搿勿是我拎得清，我拎得清。迭个一点啦，真的年纪轻就是好。当初我年轻的辰光，曾经有老师讲我大概19岁，勿晓得廿岁的辰光，阿拉徐妙华老师讲，年轻就是好。我想年轻啥个好？搿艺术水平没有没，钞票没拿了介少，名没有没出来，搿有啥个好呢？我现在是吧，深深体会到，年轻就是好，年轻就是资本了。对。因为那年轻，将来就有一切。所以我觉着大概是隔代亲的关系。我现在看到青年人出来是吧，我真的欢喜得不得了。所以我觉得我看了以后是吧，我觉得我心都醉了，真的有搿个感觉。所以我希望就是讲，感谢搿一趟的所有的领导，能够把阿拉越界有搿能一个平台。希望阿拉越界来讲，通过每一趟的比赛，侪存在要棒出来。搿能呢，我想对得起阿拉在天之灵的老先生们，看到也一定会非常欣慰、非常安慰、非常放心。也希望就是讲，阿拉越界的爱好者要来关心阿拉戏曲，更要关心阿拉越界。一定要来看，看了真的，阿拉做评委的人看了，一个都舍不得放弃。对，这个。但是这个比赛就是残酷的，残酷的啦。是的。侬一定要搿能样子评出来，所以讲评出来的人，当然是好的，不评出来不等于不好。能够参与，我觉着这个就是一个勇气，是个胆量。所以希望，我觉着搿趟有种办参赛的人啊，也相当认真。阿拉越界就是看戏要看整体综合性的艺术，搿个一点我觉着阿拉也做到了啊。搿趟看到了，哎呀，我就搿能样子讲勿来。非常好，感谢3位评委全面而精彩的点评。我们的投票通道呢已经关闭了，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场观众最喜爱的演员是谁。
她就是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金佳妮。在刚才的比赛中呢，金佳妮已经进入了晋级汇演阶段，恭喜她！粤美中华越剧青年演员大汇演越秀组首轮汇演第1场的展示已经全部结束了。下面宣布一下本场展示的结果。进入到晋级汇演的选手是绍兴市上虞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梁玉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金佳妮，温州市越剧演艺中心的张露霞，杭州越剧院的温珊珊。在待定区域等待初步复活的是桐庐越剧传习中心的方守娣，杭州越剧院的张路平，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张艺飞，浙江越剧团的潘凯成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张亚洲。好，同样非常期待这5位选手的下一步精彩表现。粤美中华越剧青年演员大汇演越秀组首轮汇演第2场将于稍后的18点30分正式开始。东方大剧院 APP 同时进行网络直播，欢迎广大观众的观看。